净搞那些没用的。喂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打妖风拯救世界啊，吉利？择日不如撞时，我也想早点碰上时空之息呀，还能搜集点作画素材。嘿嘿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。看你往哪儿跑！你报警也没用，他们可找不到这里的。住手！嘿呀！哇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明目张胆的为非作歹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现在的坏人都这么惨，你没事吧？啊？看！嗯？对不起。医药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。啊！个十百千万，唉。